面这就是那个马华桥，往上你可以看到左手边这边呢，它就伤势延伸到海里去了。实际上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这个裂缝刚刚从海底爬到岸上，然后起点就在这个位置。从这边呢就西南这个角落，然后一直延伸到东北40度路线，大概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继续往东北的方向就可以到我们那个走的那个板块裂缝那个地方，然后再往前走，然后再到北部，它也有一些裂缝的区，然后就入海了，就潜在海里去了。就整个这一圈是整个你可以在陆地上看到摸到的那种裂缝这个位置。高的，它到不可能吧？这有点多。怎么这技术不行？妈呀！它到里边应该是掉不了头。哎呀，我看看这要是下货，这边还是40倍。这有点太狠了。还秀有技术。给鼓掌。一会儿挺好的，给鼓掌。他肯定是里边掉不了头。对，里面车多肯定没办法弄。看见。还有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是像这个绝大多数的游客呢会去那个就是板块裂缝，到板块桥这边的不多，通常就和一些比较特殊的团流会安排在这边，所以这个它这个停车场就比较小，这个确实是。在桥那个桥，这个桥，我们从那桥上走。45吧。好，那个我们一会儿下车之后呢，沿着这条路走，那个前面就可以看到那个桥，就是那个板块桥。Oh, that's for you, my friend. Ah, you're welcome. Thanks. 45， 11点45我们上车啊，大家注意一下时间。桥的右后方4点钟方向。Thank you very much. 20分钟咱们。I've done this before. Bravo. 啊？